来念闽南囡仔歌，草莓讲味。草莓讲天安根要倒去，要等船倒去，船弄破，准备倒去，准备烧虎倒去，虎卖银倒去，银带某倒去，某生囝倒去，囝顾鸭倒去，鸭生卵倒去，卵请客倒去，客放料倒去，料压菜倒去，菜开花倒去，花结籽倒去，籽进油倒去，油点火倒去，火予老公分死，老公倒去，老公死伫金蕉骹，用什么底？用破一条底。用什么砍？用破米落砍。什么人拜？老囝婿。什么人爱？老东西。华语解释闽南语儿歌《宫飞黄》2。宫飞黄，穿红裙，要到哪里去？要等船，船哪里去？船打破了，船片哪里去？船片烧成灰，灰哪里去？灰卖银，银哪里去？银娶妻，妻哪里去？妻生子，子哪里去？子不鸭，鸭哪里去？鸭生蛋，蛋哪里去？蛋请客，客哪里去？客去尿，尿哪里去？尿浇菜，菜哪里去？菜开花，花哪里去？花结子，子哪里去？子榨油，油哪里去？油点火，火哪里去？火被老公公吹熄了，老公公哪里去？老公公死在香蕉树下，用什么装？用破猪圈装，用什么盖？用破竹器盖，什么人拜？老女婿，什么人哀悼？老妯娌。本影片的闽南文字和音频都是由台湾的许丰都老师提供，多谢许丰都老师，感恩。制作于良人，逐家轻松来学闽南语，主编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叮当。按这里进入逐家轻松来学闽南语脸书专页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片。